台北市长郭文提到，最近一直咧骂这个民进党。有媒体咧报道讲，这台北市东区门户计划当中，中央研究院国家先进园区的这连续道路案件，国发会硬度要逼台北市政府爱出8亿，让这个郭文提非常无满意。下早呢，郭文提接受访问的时阵，民进党伊就讲，民进党甲伊卡掉咧，伊敢来增加伊的怨恨。伊也讲哦，台湾即马呢，敢若草包佮菜包会当选真害哦。咱来听郭文提详细的讲法。 那以前是本来那个是中研院国家生技园区嘛，有一个隧道的工程嘛。后来中研院来拜托我说，他说他们要去办什么里民公听会的，还要去处理那个环保团体，他们觉得压力很大，而且他们也没有经验，然后又涉及都市计划变更了，要施工。所以后来我看那个中研院搞了很久，我说啊算了算了，我帮你做好了。所以后来我就说，那你那个。 就委托给台北市政府执行嘛。我最近国发会好像说，就把它变成市区道路。市区道路，他说叫我们再去什么，再写一个计划去内政部营建署去申请。那如果够的话，钱就从那个中央拨给台北市的那个什么汽油燃料税里面去扣嘛。那今天早上我们讨论了，那个副市长说还要去申请。 那个钱再从中央给我们补助款去扣，那干脆算了，我们自己盖就好了。所以后来就说啊，那算了算了，也不用去申请了，我们就把它变成市区道路，台北市政府完全 take over， 就承担起来。外公哦，他要去申请，申请完再从你给我的补助款扣，那算了，那我自己出钱自己做完就好，还不用去跟你申请，浪费时间呢。你有为这件事情不开心吗？啊，你有为这件事情不开心吗？反正要卡就卡，我觉得那样，你卡我就自己做就好了，我也不想不开心哦。在累积我的怨恨而已。可是从双子星到现在，会不会觉得好像一直跟你？不是啊，这个就是国家的悲哀嘛，就是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其实还是一样啦。我每次讲说，如果把台湾的整体利益，你知道哈，人民最大福当做最重要的考量，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嘛。可是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啊。 党同花异，就是说，你不是跟我同一边的，我就要卡你，在干什么？啊，后来发现他也不是只有卡我的，我猜哦，韩国瑜在高雄一定比我更惨的嘛。可以调，他讲说，如果你参选的话，跟韩国瑜跟蔡英文的支持度是40、27、28，就是你跟蔡英文争2、3名而已，会不会有可能被弃保或者是边缘化的问题？对啊，这个是这样的，其实。 包括2个党的初选民调嘛，都变化蛮剧烈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台湾还是不应当政治只有选举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对的。所以我越来越轻松了，我发现每个人都很焦虑，只有我是最轻松的。市长昨天骂苏贞昌有后不要脸2次，苏贞昌回应说他不在意这些政治的语言啊。我跟你讲哦，不然他讲什么？他在讲只是他在讲，我就问候他那个保安宫的事。 保安宫什么事情？他倒不是在那发誓说他绝对不当嘛。他们跟民进党现在策略是把你边缘化。对呀。刻意冷处理。对呀，这个不然他怎样？他越讲我骂得越凶，那不是更痛苦？所以算了嘛。不是，你怎么看？很多人在解读说，这个是不是你的炮火是你的参战起手式，甚至说你的原子弹就是郭台铭跟郭粉，是希望拉到那一块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哦，台湾也曾经研发原子弹，也不一定会成功嘛，对不对？不过是这样。因为我发现好像最快乐，你知道，每天过的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上工，然后该做的事情做完。你们来访问我说，看到什么不对就 K 什么，蛮快乐的。小英在出访的时候被问到白绿还有没有合作空间或者说需要条件，他愣了3秒没有回答。那您觉得还有这个空间吗？他一定会陷入长考啊。怎么说？反正他们2面说话习惯了嘛，一边说要跟你合作，一边打你嘛，反正我也习惯了。你在专访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有民进党人传简讯给你，要跟民进党谈一谈，到底会是哪些人来跟你解释？其实民进党里面我还是很多朋友的，以前2014毕竟还是很多朋友嘛，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政治上有意见是归有意见嘛，朋友还是归朋友嘛，所以这也没有什么。所以你不会想去谈，对不对？最后一点啊，你不会想要去让朋友邀你嘛？那你不会想要去硬邀？对啊，朋友来。没有，就是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也不是只有政党嘛，还是有朋友啊。所以，who care？
阿扁说为了救他的民调，阿扁说蔡英文为了救他的民调，想要关他。要关早就关了，不会的。这个没有，我也觉得那个扁担拖太久了，应该。其实我也不太赞成说保外就医那每天在写永歌物语，我也不赞成。我觉得还是怪怪的，还是应该这样久而久之台湾的司法或者这种法治国家的这种形象荡然无存，也不是办法。可是有人分析啊，如果你阿扁一旦关进去的时候，票会流到你身上，尤其是声誉的票。这个来讲，所以我每次讲说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嘛。你不解决问题，问题会解决你。这个老道讲，处理扁担最佳时间是2016年的，那时候没有处理现在真的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办。那目前有最新民调说，有4-5成的民众不支持您跟韩国瑜代职参选，这是一定的啊。坦白讲或者是这样的，我也觉得代职参选特别这种才选上市长我发现我们其实这样还是多多少少还被干扰到一点。我猜那个韩国瑜在高雄一定更糟糕。就是说，一天只有24小时嘛，那可能我也会觉得是坦白讲今天台湾走到这个地步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择，这才是真糟糕对。